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家人，今仔日是增加8例确诊的病例。啊，伫咧昨公布的个案当中，包括这个美容院的员工甲大楼的管理员，因所接触的民众是不止啊多。家人市长林右昌下晡召开着记者会，来讲明着后续因应的措施。这一次因为中央定的非常的死啊，所以他给我们是1700剂，哈，1700剂，就是第一类还没有打完的，在这一波来打。不过我们觉得说，这样子对基隆来讲是不够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在日前提出的要求是，希望基隆应该比照双北，好，那比照双北，那双北是怎么样呢？双北这次 CDC 给的原则是，第一类加第二类加第三类的人员，那全部都施打，好，所以我刚刚说过，我们是一个北北基桃的首都生活圈。那基隆很多染疫的人，其实都是在新北、在台北的工作场所。那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几个城市说新北、台北，然后跟基隆不一样区隔开来对待。这个还是一个区域联防的一个概念哦。所以我也是再一次呼吁，未来相关的疫苗在做这个分配，以及资源在做分配的时候，应该把北北基桃视为一个首都圈，一个区域联防的这个区域，好，共同的一个区域，好。